来看桃园有一个妈妈带伊生产哦，却只有6岁后生伫病院在陪伴。社工访视，佮发现讲，打出世的婴仔只用枕头套包起来，这个查甫囡仔的衫万那寸拢无洗。社工是先甲这2个囡仔送机构去照顾。这个6岁查甫囡仔，家己一个人出入病院。桃园有一位产妇，最近伫咧病破腹生查某囝，伫带院的期间，无其他的亲人来甲看。只个那6岁后生伫咧边照顾妈妈，若是食泡面，家己整理出现的物件，抑阁敢若家己坐车转去。有民众看到了，感觉真寒，请议员来处理。在医院就只能用泡面果腹，然后最后产妇要离开医院的时候，然后就自行离开，然后把小孩子留在医院，让他整理到凌晨1点，再自行搭计程车回家。家防中心伫老母出院即天，才接到病通知。隔顿工随进行家庭访问，因过对方拒绝，抑阁大声骂。过3天了，才总算入去厝内看，确定环境无适合囡仔大。做老母的也无法度回答安怎照顾囡仔，已经紧急安置2个囡仔。我们也看到这个宝宝仅用这个枕头套包裹着，那居家环境不佳，而且这个男童的衣服也有一些异味哈。那经社工评估，这2个孩子并没有受到适当的养育及照顾，所以给予紧急的安置。通知家防中心讲，已经向法院申请继续安置3个月，2个囡仔由机构照顾。当妈妈申请甲囡仔会面时阵，会安排育儿指导员教伊安怎照顾囡仔，提升伊亲子教育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